啊，見手船千里迢迢包家產，3日總條啊，為咗順跌喎，而講要先問嘅捉唔咯，誒，呢條撈計啊，一爛點啊，好多人咯，萬錯啲位，拍順呢，突然間熱看啦，係有啲啦，嗱，材料來啦，捉唔啊，睇下看下，check 住啊，捉唔條。 有啲咩唔平，啲唔綠，熱綠啊！啊，一定係水罐，切條咧灌水嚟啊！冇每節冇乜嘅啊，灌水啊！啊，有啲醬料嚟，將個葱、薑為生椒即絲，酸得然咧好講究係。 鹹味耶，對吧？就鹽汁鹽味，哎，差不多可以吃了，水滾了。啊，哎呦，可以吃啊！就這樣。飯用飯，外飯有外啊，即係別啦。 一天呢，用薑葱一齊先，鮮，捉唔啦，然後鮮條，你太貪食，我中間呢個薑咯，我照先咯。 嗰陣咁乜飲咧就裝咗嚟用，整條鮮鮮茅類菜，哦，條家介紹我牛肉都好靚，賣相都唔靚啊，食會唔知道嘅啦，嚟滾嘢。 幾秒就熟了。這新鮮哦，啱啱了，你同喺度雪片片喺度冷藏嗰度啊，你同我放喺手度㗎，靚，新鮮牛肉啊，放嚟食。 條家婆介紹要 Q。